哎，乐天斋。大哥早，快来！来，哎，你将军，怎么样？这儿不错吧？专门请你们来剪彩的。这剪彩为何意？这剪彩啊，这剪彩啊，是我们家乡的一种礼仪，就是呢，建筑呢投入工作，然后完成了可以使用的时候，也就是图个吉利了。但是啊，这剪彩不是谁都能剪的哦，也得是身份尊贵、有地位的人才能剪的。总之呢，你来就对了。哎，我也要。秦柔，你不会因为我们之前吵过架就不答应了吧？哪能啊，我哪是这种小肚鸡肠的人啊！再说了，你现在可是我大嫂呢，都是一家人了。哎，来，好，现在我宣布，乐天斋正式开业。哦，开业喽！非常为难，这里装饰好。你放检查你穿上。哎，杨尚书。秦柔姑娘，恭喜！现在啊，不能叫杨主事了，应该叫杨尚书。秦柔姑娘取笑在下了，恭喜杨兄升官了。哎呀，周兄言重了，要不是周兄啊，我现在可不是这个样子。哎，哪里啊，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嘛。我先带你啊到里面去看一看，来，到处走一走。行。周兄，这是？哦，这个嘛，这个就是咱们的镇店之宝啊。镇店之宝，这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哎，杨兄，这个以后再给你解释。哎呀，以后慢慢给你解释。我们先到那边去看看，好吧？来，看着我们这边的酒。来，杨尚书还请尝尝我们的美酒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啊，上酒吧。这是我们自己酿的。我先过去啊。来，上酒，欢迎各位光临啊！刚才实在是太慢了，都有在吗？请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哎，秦柔，表哥呢？表哥怎么没来？冰块脸说他有事要忙。啊，好糟心，大家好久都没见到表哥了。自从我们从西南回来以后，他就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我好久都没见他了。是吗？哎，你们俩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没有了，我们俩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带你去看看水粉。你就是双儿。启禀皇上，民女正是。听臣儿说，你有天大的事情要告诉朕。此事事关国运，还请皇上屏退左右。双儿，怎敢如此无礼！你们都下去吧。父皇，这……讲吧。舅舅，你说双儿在里面会跟父皇说什么呢？二王爷，到现在你还不相信双儿吗？舅舅，他有什么话非要关着门说吗？还要屏退你我二人，你让我怎能不多想？王爷稍安勿躁，一会儿便知分晓。父皇，皇上。双儿姑娘，你说的这些朕都记下了，朕一定会仔细查证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父皇，儿臣还有。朕累了，回宫。起驾。双儿，你跟父皇说了些什么？双儿只是把内外与二王爷说的，又重复了一遍而已。那父皇怎么说？皇上问双儿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？你又如何作答？
双儿说，与那三王爷有杀父之仇，王爷可满意了吗？父皇听完有何表示？皇上说会彻查此事，还会找双儿去找孟姜过来。不出3年，我估计我们就能成为古代的李嘉诚了。我们要发财啦！唉，我周大同干了一辈子的道具，全是脏活累活，没人瞧得起我。没想到今天能有这么多人来捧场，我这心里头真是酸酸的。咦，还酸酸的，你肉麻不肉麻呀？大同，我早就说过的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咱们啊，要目光长远一点，要把这乐天斋做大做强，做成京城天字第1号，做出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的品格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哎，晴柔，你是不是把我们穿越回去的事儿给忘了呀？阿广同学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扫兴？真是醉了。嘘，醉了，你喝了吧，多老的词儿了，还用呢？我就说。王爷来了。王爷，本王今日公务在身，没有前去道喜。这是本王的一份薄礼，还望周兄收下，以表歉意。哎呀，王爷哪里话？今天我们这乐天斋能开成，完全是王爷您的帮助啊，您大可不必多礼啊。啊，一点心意嘛。晴柔，本王今日路过绸缎庄，看到他们新进了布料，本王就全部买了下来，送与你去添置几件新衣物吧。谢谢王爷。这个给你。送我的？这可是王爷亲手为你摘的。算是本王向你赔罪了。晴柔，你就别拿着了，这王爷为了你都变成现代男神的节奏了。哎，你呀，赶紧找个台阶下了吧啊！那好吧，既然你都送我花了，那我原谅你了。王爷，奉皇上口谕，速召您进宫。公公可知父皇急召我进宫是为何事？王爷能否进一步说话？皇上的病情突然加重了。李章，快随我进宫。是。哎，冰块脸，干嘛去啊？哎，这皇宫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么急匆匆的。